讲到新竹户口的老街，大家都该熟悉。不过，户口老街附近有一个秘密景点——八角楼墓。1919年起的八角楼是喺户口老屋人宽大旧后的成年人，韩国自身的招待所，是一等丰盛。还有建为老屋的后代子孙，陆陆续续逝者为，并提及韩历为40年，一直到民国98年。当地户口乡公所、韩国校委会的代表下团结站好，去年9月开始本人主委去参观。八角楼的2樓係文化館，1樓係推廣台灣有機茶的文創中心。管理人李陽元講，文化團建設係相幫相騰的，大幫文化同文創相互結合，八角樓的風化未曾做得永久傳承下去。新竹户口有一条清江的老街路，规个拢是用砖的打造的，也是大家拢知的。不过唔知啊，睇本期无方有一处八角楼墓，佢系见证户口老屋产业转型加速喜乐的历史建物。老春江港的后台吼，是指老人客港掠到乡体吼，开始充实的人数。也是配合到户口老街，从一只传统的农业社会慢慢变成一只工商社会啦。所以也按一只传统的农家老屋家族的嗰种发达的历史，呢度八角楼是会看到嗰只过程。八角楼係1919年起嘅，過去係户口老屋寬大成年人韓國地方嘅事實嘅招待所，睇嘅當時清風時。60年的時間，聽到老屋嘅後台一日搬走，就冇過去按風講嘅。一直到12年前，大埔沙溪演出，關於好久嘅大門又再打開來。民國96年的時候，就是羅村長帶我們到一個秘密基地。因为其实这边是跟湖口老街有一段距离的，就是它很像画眉鸟的一个笼子。那我们来这边的话，其实一开始是用社造的方式，就是大家一起先把外观做一个基本的清洁整理，然后再请罗列师老师来协助关于文化资产这部分的田野调查。不過，一直愛到2009年，一處歷史建物又將因為由校委會韓國戶口鄉公所嘅幫忙，花2年嘅時間，喺冇破壞本地結構嘅前提下，提振過來。有意思嘅係，八角樓經過嘅8年，還係保持本來嘅樣嘅，就係因為老屋嘅老主管有清步嘅文化資產嘅想法。1970年代經濟就好好咧，所以屋有樓咧。當然係老屋係樣板來符合現代很多人基礎，八角樓係做人頭線上嗬，佢係選擇一種做得講按照6P穩固嘅方式，保存佢嘅外表係封裝結嘅一種嘅外表。嗰隻屍體係呢文化資產保存法，還蠻久開始嘅屍體嗬。韓基已經有當然嘅想法，保存頭擺嘅古蹟。當時羅家經營茶園有成，可是呢，為了搶種茶，那這邊記載了包含張家、劉家、范家，也就是新竹這一帶的比較大戶家族，大家都要來種茶。喺八角樓嘅田野調查當中，冇想到發現新竹戶口馬是味道茶心上山，就喊到店鋪漲價事件，對呀就做得看得出茶心提給當時的經濟價值。那這個茶呢，在當初國民政府，那獎勵外銷，那茶就要交給政府。對，那簡單講就是因為種茶，那就有利益呀，有利益就會產生什麼衝突，有衝突就會產生戰爭。大概原則上，這個茶園戰爭就是說，為了搶種茶。
想要将一段历史讲给全世界人知。1807年，罗湖嘅宗祠为到八角楼由汉那会利用，将一堂屋委托俾李念园来维护管理。一直讲其他係成年人嘅李念园讲，汉拜要用茶文化来做文创嘅内涵，大鹏安尼将台湾嘅有机茶卖到四天八下。所以我希望我的茶这个基地是设在一个有文化背景、有历史背景的地方，所以我选择在八角楼。那又是新竹茶，是台湾茶的发源地。文创唔免唔想用嚟做就用嚟做嘅，一定要确实做會到嘅。唔過有機茶少量少量，要出口那有按改。李念園同飛機變做雙機。每个茶農你有100、200斤，你有500斤，好，那我们就是走限量、走精品。那这样子，农民也获利，我们也获利。你要吃就让你吃，因为这是最干净的，不要说只是人在用。对啊，他就有一些分他吃啊。对，我的想法都这样子。为行精品路线做成绩产业19年的李念园讲，品管4年做唔得青菜，故所佢时常为到茶叶去沏茶，嘛请想法相同的人。他本来只是在这边玩，他并对我们茶园不会影响，而是他也会受到伤害。我觉得这都不是很好的一个方式。后来我就把生物防治放掉，就让它自然。16年前回到家乡来讲茶叶呢，从叶林讲，阿爸对民国84年就用有機的方式来讲茶叶呢。24年呢，有機茶還係真難買。按其他當生意啊，跟人他看會賣呢，啊說啊，你係有機茶，其實扔在那邊常常還沒賣好量，因為產量少得很多，我們都是1斤都要超過1萬塊，真的是靠那個有那個概念的朋友支持啊。那这个就是我的责任，他怕卖不掉，我把这件事好去努力，不要让它卖不掉。从叶林讲，有機茶採收的量係傳統方式的1/10，有一年佢搶摘到36斤，就是提示茶農的辛苦，為到賣茶，李念園的包裝方特別用心。因为包装可以一直每年更新，好，我就尽量让这些画家他们的画，好，本来是自己画，那也没人欣赏，也没有能力开画展，那我们帮他印在包装上，我带到国外去，然后那是我的，那它的能见度也变高了。包裝係賣有機茶的門面，嘛係行通二路。文創商品因為有八角樓，就加個有文化。八角樓嘛，因為有一條文創商品有機會喺國際出頭天。原來商業韓國文化係做得相幫相聽呢。